早去看我们人力学的乡镇才出来陪伴的搞事去。欢迎来到石渠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。早起给他们个老师，他们个我给讲过，看把讲过去，看被讲过进城把抗战人村呢，他等写了不？抗战人村呢，大家看这个进城吧，想起，等你俺让这人村呢，就叫当路进城吧，这方许多解释，等你把早起给讲过个呢，他们给查出有别个，大家看这个当，就叫当路进城。这些的了，等你俺人呢，好处是不去三个没得住吧子，就三个俺娘这个去地子，当然个这个参加人那么是，等你打当年的那这个乡镇里的这个好简单的人呢，在好处经济没去就俺不三个双班打的。这个那大文说呢，开始加上三笔，同时是他的逻辑的人呢，龙东个逻辑，开始就逻辑当，经常也买定个是人。